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今仔日虽然是着雨天，但是咱来到礼拜堂有温暖无？有吼，拄则搁开冷气，因为人愈来愈温暖吼，所以爱开冷气吼。所以咱互相鼓励一下，讲有你伫我的身躯边，我感觉真温暖，来祝福一下来。哦，真好，感谢主。咱今仔日。咱要来进入的题目是反败做胜，反败为胜。反败做胜，咱要对圣经内底有5个人的故事，咱要对因的心情来看到上帝是一位互人反败做胜，让人反败为胜的神。真正，所以讲，当咱伫新的一年，咱拢会思考真多的代志。新年的假期较闲，时间较长，有时咱会去想讲，我新的一年要怎么过？我新的一年要安怎过？我是要甲旧年同款安尼过，还是我有一个新的期待，会当安怎款来出发？所以期待上帝的话真对咱的帮助，互咱伫新的一年内底，我靠主来得胜。咱互相鼓励是讲。我靠主就会得胜，来互相鼓励一下来。伫讲道的进前，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要感谢俄罗你，你赏赐互阮伫新年的假期内底，互阮伫亲情顶面，互阮伫身体休困顶面，拢会当得到休喘。主啊，新的一年，阮也要继续来跑走你为阮排伫头前的道路。主啊，阮知阮的能力有限。求你的话真做阮的气力，互阮会当对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今仔日的信息内底，我会当对圣经你所启示活命的话内底得到气力，得到帮助。主，阮感谢你的听，阮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伫你，主求你圣神对阮来启示，互阮会明白，互阮会体会，互阮会当吸收，搁行出来。我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个人敢有可能对路财、到宰相，咱若用咱的思考来讲是真困难，但是圣经内底确实出现一个即款的故事。人的一生拢会拄着失败，拢会拄着挫折，无迄个一帆风顺的人。加减拢有拄着，加减拢会拄着困难，所以关键毋是讲要安怎找着一条绝对袂失败的道路，因为基本上嘛无迄条道路。颠倒是咱爱去思考讲，咱要安怎款有迄个气力，当咱面对着人生的失败还是挫折的时阵，咱会当毋通灰心累志，毋通绝望，甚至毋通去选择。讲我行袂落去啊！我来结束我家己的生命，毋通去选择迄条道路，是会当靠着主的恩典，会当找着一条有望的道路。有的人拄着失败，伊会做一无好的选择；也有人拄着挫折、拄着失败的时阵，伊颠倒诚做一个伊家己的一个鼓励，伊颠倒诚做讲我袂使放弃。虽然遮艰苦，颠倒互伊成长。今仔日咱要看到一个圣经内底一个故事，这个主角叫做约瑟。约瑟伊是一个伊是真少年的时阵，伊过了一个真平顺的日子。伊的老爸是雅各，约瑟真得到老爸的疼，因为迄个时阵伊阁是上细汉囝，迄个时阵伊的小弟还袂出世。所以得到真大的疼。约瑟17岁的时阵，雅各伊的老爸甲伊做一束真水的衫，讲是彩色的。咱会当想象伫遮尔久长、遮尔2、3千年以前的时代，要做一领彩色的衫，敢有简单？无遐尔简单。迄些染色的技术啥拢无遐尔丰富，竟然伊的老爸为伊做一领彩色的衫。咱当想象，这彩色甲边仔，伊遮的亲人、遮的兄弟，可能拢无遐水的衫，但是伊有一领遐水的衫，这代表是老爸对伊的疼，甚至疼伊高过伊超过其他的囝儿。但老实讲啊，
一个做老爸的，若做即款代志，你想对迄个囝敢是完全的好？无一定对无？咱若甲咱的遮个亲兄弟姊妹内底，咱若特别疼一个，其他的敢会不平衡？会啊，会不平衡吼。会不平衡，代志就真正是安尼来发展，毋是8点档才做着即项代志。圣经内底嘛，将即真正真实的人生嘛，甲描写出来。真正就发生即款代志，伊的阿兄心内真无欢喜，因为伊的小弟逐工穿迄领水衫，蹛伊头前扬，蹛伊头前咧真欢喜啊，走来走去，看咧规巴肚火。所以因的遮个阿兄。怨妒，甚至怨恨，搁较有一遍，搁较严重。约瑟暗时困的时阵做面梦，伊梦着讲伊爸的即个囚困徛伫，但是因搁阿兄所绑的遮个河困，拢总倒落来，倒位倒，伊所插的迄个河困来倒落来。这个概念做成跪拜，很像跪拜的概念。所以，即句话互听起来的意思，即个梦互听起来感觉就是讲，阮遮做阿兄拢要甲你即个小弟跪。约瑟真单纯，伊真正甲即个梦讲出来，真正甲即个梦讲出来。你想阿兄有欢喜无？非常非常的无欢喜。伊搁梦见太阳月11粒的星，伊的阿兄拄好11位啊。11粒的星拢即个太阳甲月来拜，伊搁甲即个梦讲出来，即个因的遮个阿兄搁较怨妒伊、怨恨伊啊，所以这也互伊的人生将产生一个真大的转变。伊的人生产生一个真大的转变，第一个原因就是兄弟出卖伊啊，兄弟出卖伊。当伊阿兄出去外口雇羊的时阵，伊的老爸爱约瑟去关心伊的阿兄，可能甲阿兄炸一下物件呢，看阿兄做了安怎无，去看。约瑟就穿着迄领彩色的水衫，然后行伫远的所在，要行去到因阿兄咧雇羊的所在，伫迄个所在来关心。你想，迄个穿水衫的行过来。这个兄弟，伊阿兄就做讲，迄个穿水衫的来啊，可能咱来假设可能一个阿兄就讲，莫讲伊，我看到伊我就规巴肚火，我嘛是呢，伊顶面讲迄啥物面梦，做小弟的敢会当咧甲阿兄讲话，对，大家气来讲哇，我恨不得一什么一个头壳电我死，佮对我嘛是讲迄感觉。一个人有歹意念，无一定有迄个胆。但是一个人影响着一个人，一个人搁影响着一群人，大家做伙起来，煞愈来愈有胆，愈讲愈凶，好，即摊一定爱互死。上帝的怜悯，互这做大兄的，小可有一点仔意识到，即款。将小弟抬死的意念是太恐怖。这个大兄想要来保护这个小弟的性命，所以就提出一个折中的一个建议，就是讲，咱爱互伊得到，咱爱甲教死。但是呢，甲拍死这太恐怖了，咱就变成杀人犯啊！我手染了弟弟的血，安尼袂使，咱照刀杀人。安怎做咧？甲卖互做奴才，安尼伊卖出去了后，咱拢看袂着伊啊。咱以后嘛袂去互伊，逐工看着伊穿迄领水衫咧，拄啊行来行去，安尼这么骄傲，互咱安尼规巴肚火，咱就看袂着啊。代志就安尼发展，真正因就将这个小弟来到因的面前，因无有关怀，因就将因的小弟抓起来、绑起来。将因看袂顺眼的迄领彩色的衫甲脱落来，单掉，绑起来甲下，落伫坑的内底，伫迄个关起来。你若是约瑟，你迄个时阵的心情是怎样？
你会不会觉得你整个人生，规个人生拢放半去？我到底是做啥物代志？为什么我即马会叫我的阿兄绑起来？我迄遐上水的衫，我的阳光，我的尊严已经向摕掉啊！我已经叫人关起来。然后当这以实玛利人的这做生意的车队对个所在经过，因要去到埃及的所在，因就这犹大就建议，将讲啊无，就袂互因好啦。小弟就对天互扭起来，然后交互这以实玛利的商队带去埃及来做奴才，一点仔金钱，然后就讲小弟卖掉，无一定佫无想要摕钱，无一定讲送，毋免摕钱。即个吼，我早就想要等杀去啦。约瑟就带着，约瑟就安尼来到埃及。伊到伫埃及的所在，伊最后互买去的所在是法老王的守卫长的家庭内底来做奴才，叫做必提法，即个守卫长的名。约瑟真有才调，上帝甲伊伫地，所以遮个真侪的工作拢派互伊，主人拢派互伊，因为伊的表现真好。约瑟生做真缘投，真水啊！所以讲，好提法这主人的太太，想要诱拐伊，想要引诱他上床。所以咱看见约瑟无愿意做这项代志，伊要倒向这个无应该的代志。所以有一天，这个主人的太太扭约瑟的衫，要甲扭入来房间内底，要甲伊做伙困。约瑟将伊的外衫脱掉、掸掉，走去。然后约瑟颠倒就受约瑟的主人的太太颠倒受气，就诬赖讲，就甲因翁婿诬赖，讲你看，这是你的奴仆的衫，伊入来想要侵犯我，然后我抵挡伊走去，这是伊的衫，这就是证据。所以好提法就将约瑟关落伫法老王的监狱的内底。伊的人生，约瑟的人生受到第二遍真大的挫折。所以讲，互咱看见，约瑟想要行伫一条对的道路，伊想要行伫主的道路顶面，主的道路的顶面需要付代价，咱想要伫咱的生活内底，咱会当要行一条上帝所欢喜的代志，有时阵咱嘛爱付上代价。可能别人会陷害咱，可能咱会拄到咱的利益的损失，这是需要付代价的一条道路。约瑟的人生并毋是到遮就开始改善，伊到伫监狱的内底，伊伫人生的真山谷的内底，失败、挫折，拢总临到伫伊的身上。想袂到，伊伫监狱内底拄到法老王身躯边真要紧的人物，一个叫做酒政啊，酒政就是甲王倒酒的，一个是厨房的即个咱来讲是大厨啊，吼，擅长意思厨房长啊，吼，行政主厨咱会使安尼讲。所以讲，因嘛是受关监，得罪犯罪上关监。有一天因即个倒酒的，甲即个主厨拢做面目。即个倒酒的酒政，伊梦着伊用法老的杯，法老王的杯啊，积3粒的葡萄，互法老王来啉。但是，即个厨房长伊梦着讲，有杯鸟来食伊头壳顶，伊头壳顶面放一个坑，放3个坑，本来要互法老王食的饼，有鸟仔来甲食，这是啥物？这款梦是啥物意思？约瑟甲因解梦，这个解梦的开力也是上帝予伊的。约瑟甲因解梦，讲啊，这个梦的意思是啥呢？这个酒政3日了后，
伊就会管服原职，伊就等于做首席啊。但是即个杜子师的梦就真歹啊，因为即个梦表示伊3工了后风斩头啊，代志真正就安尼发展，表示约瑟真正有迄个上帝真正有约瑟即个解梦的能力，所以即个酒政已经等于王的身躯边。理论上，伊会当将即个故事甲王讲，因为伊逐工倒酒互王饮，真侪接触的机会。但是，即个酒政袂记即约瑟去，袂记即约瑟去啊，犹原互约瑟继续伫监牢的内底，继续伫人生的迄个痛苦的内底。但是，即个酒政伊所帮衬的人，完全袂记即忘恩安怎？忘恩负义啊，共放煞去啊！所以人生拄着遮尔大的一个打击，约瑟就过伫监牢内底，经过了2年之久，真艰苦呢。你想看卖伊为虾米落监？伊毋是做歹代志落监吗？伊是互诬赖落监。啊，伊为虾米会落监？若无因的兄弟甲袂做奴才，伊哪会来到埃及？伊哪会去互关伫埃及的监牢内底？2年之久，甚至伊甲人解梦，想讲甲帮衬，毋知以后伊会甲帮衬吗？无，拢无嘛。有一天，法老做面梦，法老王做面梦，伊梦见有7只真肥的母牛对河里起来，伫岸边食草，然后有7只瘦的牛，竟然会当将即7只肥的牛甲食掉去，真正是奇怪的梦吼。瘦的牛哪有法度甲肥的牛食掉去呢？即个梦是啥物意思？然后伊佫梦着讲一粒麦仔生7、8大的即个麦穗，然后佫生了即7个散的麦穗，竟然佫发生同款的代志，麦穗散的麦穗竟然会将大的麦穗食掉去，这佫较合。因麦穗是植物啊，哪会食物件呢？所以这2个梦到底是啥物意思？你想你若国王做这款梦，你会感觉好像有点不祥的预兆。所以法老王随时就叫这全埃及的这个会当解梦的、这做法术的这个人等等，而这个人来甲因协助，到底这个梦是啥物？梦是啥物咧？无人解答会出来，无一个人解答会出来。所以这个时阵，酒政到这个时阵，已经佫经过2年，伊才想到约瑟，所以就甲法老讲：你会当找约瑟。约瑟有即个解梦的能力，约瑟来到法老的面前，来解说即个梦。讲即个梦的意思，就是会有7个，一开始接下来有7个即丰收的年，但是丰收的年了后，会有7个即收成真歹饥荒的年。即饥荒的程度，甚至会当将7年的丰收，遮尔济物件拢总食了了。所以法老王啊，我要建议你着爱先即头前的7年大丰收的时阵，你着爱起做的即个仓库，你着爱将人民来收遮的物件，收集住遮的食物，因为以后所要面对的是真艰苦的7年啊。所以讲，即个建议法老听了真欢喜，讲你着爱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做遮个代志。法老就发现讲，即个少年人有即个解梦的能力，但是即思考也是真好。伊毋若解看到即个梦，了解即个梦，伊会当思考出安怎来回应即个精神的问题。讲即个是你在，所以法老就应选伊。法老就对伊讲：你来掌理我的家。我的子民拢咧听你的话，独独伫宝座顶，我比你较大。意思就是讲，你的地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故伊，法老阁对约瑟讲：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将伊手刃的手指，即个有一个印感的手指拔落来，交互约瑟，治理约瑟的手刃。
互伊穿这水的衫，将金的盘链带伫伊阿嬷棍的顶面，然后约瑟会当坐伫伊边仔的车，所以然后有人伫头前咧喊话，讲车开过的时阵，从头前就有兵伫头前讲，甲边仔讲归咧，归咧，归咧。约瑟的人生到这个阶段，有一个真大的转变。所以咱看，即年约瑟拄30岁，对17岁，伊受卖到伫埃及，落伫迦勒，经过13年的失败挫折了后，我相信约瑟嘛有艰苦的时阵，伊嘛有失望的时阵，但是伊反败做胜，伊会当坚持，最后伊看见即个成功的一个忍受到伫成功的时刻。约瑟为虾米伊的人生会当有一个遮尔大的转变，遮尔大的改变？咱若是看遮的话，咱会感觉讲，伊对一个受一个奴才，成做一个宰相，这是一个真大反败为胜的一个例子。但是咱若是继续看的时阵，伊毋若是安尼来反败为胜，更较互咱感动的是，伊最后竟然甲伊的兄弟和好，这是更较无简单的代志。咱看见真侪人，伊会当爬到真悬的位，但是他的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其中一个就是很大的遗憾，可能就在家庭的里面，伫家庭的内底，我可以很有成就，但是转来到家庭，转来到甲咱的亲人朋友的关系，充满了遗憾。我嘛无想要，但是我毋知要安怎。约瑟反败做胜的关键是啥？安怎秘诀是啥？第一项，伊对上帝的启示真敏感。约瑟少年的时阵爱做梦，佮爱讲梦啊。伊的阿兄就是因为安尼真册伊。伊的老爸靠智慧。所以虽然讲你袂使安尼讲，但是伊老爸会将约瑟的梦放伫心肝来想。约瑟知影遮的梦，甲上帝要引带伊的道路是有关系。所以伊会将遮的梦同别人讲。所以咱看见约瑟对上帝的启示真敏感，对上帝的引带真敏感。伊会去思考讲，我拄着即项的代志，上帝要对我讲啥物？上帝要提醒我啥物代志？第二项，约瑟为虾米会反败做胜？因为上帝甲伊同在。请咱甲边的人讲讲，上帝甲伊同在，来讲一来。上帝甲伊同在。约瑟的人生内底，咱看起来，约瑟真优秀，但是这个人生的改变的遐个点，其实拢毋是伊做到的，拢是上帝下伫伊身躯边的。无，伊敢有法度？约瑟敢有法度靠着家己的努力来决定伊做奴才向掠去的时阵要卖互啥物人？伊无法度想袂到，伊竟然卖互埃及的守卫长。这是啥物？这是上帝伫伊中间来做工，上帝的帮助临到伫伊的身上。约瑟伫波提法咧厝里做奴才的时阵。圣经记载讲，上帝甲伊伫地，伊就百事顺利啊！咱拢期待咱新的年敢百事顺利，才甲咱讲一项真大的秘诀，真大的宝贝，就是上帝甲咱伫地。上帝若甲咱伫地，咱做代志就有智慧，咱做代志就有顺利。所以咱看见讲，上帝的同在。互咱百事顺利，咱就有迄个机会会当反败做胜。上帝的同在，所以新的一年内底，咱期待咱有上帝的同在。咱期待咱有上帝的同在，所以牧师要鼓励你，牧师也要提醒你，新的一年爱会记去亲近上帝，爱会记去亲近上帝。毋但是咱礼拜日来到主的面前做礼拜，这是要紧甲袂讲一个代志。除了这以外，咱伫平常时，咱也应该好好有一个每一日有一个读圣经、亲近主的时间。亲近主、倚靠主、
主这就是强是主的同在，主若同在，咱就要百事顺利。第三项，约瑟为什么反败做成？因为伊敬畏上帝，毋敢犯罪。请咱做伙讲好我来，敬畏上帝，毋敢犯罪。约瑟生做真缘投，所以伊的主人的太太拄啊甲甲古言，拄啊甲安尼甲邀请，拄啊要想要甲伊安尼送带。但是约瑟讲，我哪会当做即个大歹来得罪上帝？所以咱看约瑟虽然讲已经到伫一个外邦的所在，到伫埃及的所在，伊的心内，伊的信仰犹原非常的坚定。伊知影讲，虽然人毋知，我的老爸嘛袂看到，因为我已经到伫外国，但是我犹原遵照上帝的原则。我犹原遵照上帝的原则，因为我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毋敢犯罪。伫新的一年内底，咱嘛会拄着真侪诱惑，这个诱惑搁较困难的是，这个诱惑是别人看袂到的诱惑。咱的亲人毋知影，咱的兄弟姊妹毋知影，牧师嘛毋知影，拢无人知影的时阵，迄个诱惑临到咱，咱要安怎面对？咱着爱亲像约瑟共款。咱知影，人看袂到，但是啥物人看会到？上帝看会到。我敢袂当做即个大歹来得罪上帝，这就互约瑟诚做一反败做成。第四项，约瑟为什么会当得胜？因为伊认定凡事拢出自上帝。约瑟定定讲到即项代志，当约瑟要甲这酒政，甲即个主厨帮因解梦的时阵，伊嘛安尼讲，即个解梦的困难，敢毋是出自上帝？伊随时就知影讲，遮个拢是出自上帝。伊知影伊人生有诶困难，伊甚至知影伊人生所拄着诶代志，拢是出自上帝。所以伊会当倚靠上帝，伊就会当安稳自在来面对遮个一切。约瑟讲，这毋是在伫我，甚至伊帮法老王解梦的时阵，伊嘛讲，这毋是在伫我。所以约瑟伫凡事的顶面，伊拢高举上帝，伊拢倚靠上帝。伊拄着代志，伊嘛知影是上帝引带，所以会当平静安稳。所以伊会当平静安稳，伊会当因为遮个拢出自上帝，所以面对着遮个，伊就会当带着信心。既然是上帝所互伊允准伊所面对着的，上帝就会互我教野用的开力。所以即款的信心就互伊反败做成。第五项，为虾米会当反败做成？因为上帝的灵伫伊的身上，伊就有聪明智慧。约瑟会当解梦，会当提出建议，这表示伊有真聪明的智慧。法老王讲的毋是约瑟家己讲，是法老王讲的，讲这个少年人有上帝的灵伫伊的内面。所以你看，法老王就看出约瑟有圣神伫伊的内面。所以这个智慧是对上帝来，所以这个智慧就互伊会当反败做成。各位兄弟姊妹，咱可能能力有限，但是当圣神伫咱的心内的时阵，咱就有智慧。圣神伫咱的身上，咱就有智慧。第六项，约瑟是一个真感恩的人。约瑟后来生两个囝，大囝甲号名叫做玛拿西，意思就是上帝互我袂记即一切的困苦。你听敢有意识到，即个名就是表示约瑟承认家己的过去充满着痛苦，所以伊的囝甲号名叫做忘忧，袂记即过去的苦。第二个囝叫做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上帝互我伫受苦的所在来幸福。所以即两个，互咱看见，约瑟伊拢意识到，伊过去是一个艰苦人。一个人会当意识到家己，意识有感恩，会当看见过去的家己，甲现在家己
伫即个中间有一个感恩的心情，伊做代志是会无共款的，做代志是会无共款。咱讲为虾米最近有诶少年人，即互头家足头壳足大诶，头壳足头疼，为虾米啊？因为因无艰苦过，什么样的享受都是理所当然啊！这个表示父母很尽责啦。那父母很尽责，那孩子不知道，唔知影感恩。然后即款的物件带到伊未来的人生，带到工作的环境内底，拢产生真大的艰苦。约瑟无共款，约瑟真谨慎。为虾米真谨慎？因为伊知影伊是艰苦人，伊知影伊若伫法老的面前无好好做，哪一天又像九真一样，又回到监牢里面去了。伊真谨慎，伊也真谨慎来军队上，所以这互伊会当反败做胜，警醒感恩。在新的年的内底，咱爱警醒，咱爱感恩，甲互相祝福哦。新的年内底，咱爱安怎？爱警醒，爱感恩，爱做一个警醒的人。不要以为前面都顺利，后面就会顺利，要警醒。不要以为前面稳定，后面就会稳定，要警醒。爱感恩，唔通袂记即是啥物人引带你到即个地步？是上帝。是上帝引带咱到即个地步，咱伫信仰的顶面，伫做事的顶面，爱谨慎，爱感恩，这会互咱反败做胜。最后一个，牧师上感动的，为什么伊会当反败做胜？因为伊会当下令，他可以饶恕。这个伊远的年了后，含约瑟的阿兄嘛无物件通食了，来到埃及买物件。然后经过几遍的试验了后，约瑟发现伊的兄弟真正有改变，所以伊嘛伫迄个所在就出来甲伊的阿兄相认，伫迄个所在流目屎3人，伊甲伊安慰讲，即摆莫阁因为你过去甲我袂到埃及伫迄个所在来艰苦心，因为这中间是上帝咧做工，是上帝互我先来到埃及，来为着咱的家庭备办遮的粮食。所以，互咱会当保全咱家庭的性命，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过去你是用歹的观念来陷害我，你过去你想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关过人的意思啊！各位兄弟姊妹，人有可能想害我，人有可能想要害咱，但是伫上帝的手中会当将人的陷害转换做上帝的旨意，转换做得胜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好，约瑟讲上帝的旨意是好。你听到约瑟讲这话，你袂足感动的吗？而且如果你是他哥哥，你就徛伫伊的头前，迄个时阵就是我摕锁仔甲你绑的，就是我，迄个甲你绑起的人就是我。有可能另外一个阿兄伫边仔讲。伊迄个所在七八岁讲，迄个时阵讲，我足想要摕石头甲你吓死的，就是我。甚至迄个犹大嘛伫边仔讲，就是我建议将我的囝儿，将我的小弟卖掉，就是我。你哪会对我讲即款的话？你哪会感觉这是上帝的旨意？约瑟用下面，用信用。用对上帝的信仰，用迄个下面来赢过过去的伤害，这才是彻底的反败做胜，彻底的反败为胜，从心灵到事业，全然的反败为胜。约瑟行过遮尔痛苦的路障，伊行过人生的痛苦，行过向陷害、挫折、失败。但是伊反败做胜，伊对上帝的启示敏感，伊有上帝的同在，伊敬畏上帝，伊知影遮个拢是出自上帝，伊知影圣神伫伊的身上，伊就有智慧，伊就有聪明，伊警醒，伊感恩，伊也有一个下面的能力，咱嘛会使，咱若愿意学习约瑟。
上帝疼咱，上帝要引带咱，上帝要为咱备办，上帝已经为咱备办一切天顶的丰盛，咱会当亲像约瑟共款，甲咱上帝甲愿意亲像约瑟共款，甲咱支持，互咱凡事顺利。咱若愿意敬畏伊，咱若愿意跟对伊，亲像约瑟共款。各位兄弟姊妹，咱敢期待，咱会当亲像约瑟共款，有上帝的灵伫咱的内底。咱敢会期待？期待人挥挥手。你若感觉讲，我真欣赏约瑟啊，我真欣赏咱亲像约瑟共款，有上帝的灵伫伊的内面，你会欣赏无？我非常欣赏。佫有啥物人欣赏？哇，太羡慕了，对不对？新的一年，期待咱拢会当亲像约瑟共款，阿妹。期待咱拢会当亲像约瑟共款，要安怎亲像约瑟共款？敬畏上帝，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好好来敬畏上帝，好好伫信仰的顶面来倚靠主，互信仰成做咱的信仰，互耶稣成做我的耶稣。因为耶稣是为着你顶十字架，为着你，毋是为着咱的阿爸、咱的爸爸尔，是为着咱每一个人来顶死伫十字架顶。你愿意接受，主就要伫你的内面。咱做伙来祈祷。咱来为着咱家己祈祷。来，甲主祈祷讲，主啊，我看到约瑟迄个，求你帮助我，互我会当经历亲像约瑟共款一款水的生命。咱开喙来祈祷，新的一年，咱来倚靠主，倚靠主就要反败做胜。咱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哋感谢你，主啊，我哋感谢你，主啊，你要无凡会当反败做胜。主啊，求你帮助，你的灵伫阮的内，互你的灵伫阮的内，互阮得到聪明，互阮得到智慧。主啊，新的年，互阮新的年，这过去的失败，会当互你来改变。主啊，我有坚信的心，互阮有一个愿意下，阮互你的听心。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各位兄弟姊妹，约瑟对17岁，叫阿兄爸做奴才。伊伫13年的中间，受上帝的锻炼。受苦也是上帝的锻炼，互伊伫这13年的中间，互伊的性命会当真正经历着上帝，倚靠主，成做一个谦卑感恩的人。互伊二万伊，互伊有能力，成做埃及的宰相，互伊有能力会当赦免伊的阿兄。各位兄弟姊妹，你的人生敢有伫艰苦挫折的内面吗？咱甲主求起来，甲主求开力，互咱会当赢过遮的，互咱会当无伫即内底来失败，互咱会当伫艰苦的内面颠倒会当搁较亲近主，颠倒会当性命受锻炼，亲像黄金互火炼。练到哪年啊紧共款，这时阵，咱就做伙来祈祷。主啊，求你互我伫艰难的中间，也会当来倚靠你来得胜。咱为着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上帝，主啊，阮伫你的面前，主愿在新的一年有你的恩典，有愿有可能会拄到这个挑战。主，阮伫你的面前求你帮助。互阮伫失败，互阮伫挫折的中间，犹原无灰心累志。主啊，因阮看见约瑟会当反败做胜，互阮看见伊的生命颠倒哪里啊进步，哪里老练，会当更较得胜。
主求你帮助，互阮也会当得到一款大的稳定。主，阮感谢你的名，感谢耶稣，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主，你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因为阮知人生遮尔多的挑战，遮尔多的挫折，阮有时阮的心情因为安尼来灰心累志，甚至阮有时阵讲煞去啊，莫搁拼，搁拼嘛无法。主啊，求你帮助，互阮会当看见约瑟，伊13年的锻炼的中间，会当真做有一个宰相的性命，有一个遮尔水的性命。主求你帮助，互阮也会当，互你来更新，互你来帮助，有一个敬畏上帝、有敬虔感恩的性命，互你会听伫阮的心内，互阮有法度赦免伤害阮的人。主求你帮助，求你来引带，愿阮新的一年靠着你会当反败做胜。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